ngay相信啊，是咁每一年啊，福嘅家庭啊，達到嘅平安，唔會要人多雙吵，唔人多吵鬧，世界順利利，就出咩係冇啦？嗱，係講係，我要嘅ปีเม็ดของลุงจง兄弟姊妹啲，四邊記128ที่27อันยัง講到，最快樂嘅人，最得福嘅人，就係要尊重上帝，嗱，就上帝指出嘅路嚟行。咪意思นะ係講一家庭兩公婆係順平安，就出妹世界重複一下，做父堂人一下，世界要尊重上帝，世界係就上帝嘅路去行，上帝嘅路啊會教你一行啦，堅守你哋嗱一個堅守教家，世界嘅做父堂人尊重一個重複嗱，世界係尊重做重複啥係錫一個父堂人，錫一個老婆。唔好黐錯對嘅，嗱係自家要就樣去堅守嚟行，當然要發生臭鬧去講，世界要謙卑，相信人良，相信寫熱天開始變成四時變成五時，世界要學進去就出門，係咪呢？啊嗱，所以世界要尊重上帝嘅心，係要就嘅路嚟行，熱天世界嘅公婆又到出門，平安安，快樂樂。Amen.